有時候事情睇起上嚟都已經結束咗啦，唔係因為一時間嘅困難，而係真係失敗。你曾經相信過，亦都曾經投入過，好似都冇結果。呢個時候，人好自然就會問啦：咁我應唔應該繼續落去好啊？耶穌已經被釘十字架，門徒都四散啦。有人就會否認佢，亦都有啲人企到好遠咁樣喺度睇下睇下。大多數人都唔再夠膽靠近啦。就喺呢個時候，馬可福音記載咗一個人，亞利馬太嘅約瑟。聖經話佢係一個尊貴嘅議事，亦都係一個等候神國嘅人。換句話講，佢真係有身份，又有地位，更加係有嘢可以失去嘅人。聖經就話咧，佢放膽嘅去到比拉多嘅面前嗰度求耶穌嘅身體。呢個係一個好唔尋常嘅舉動，因為呢個時候耶穌已經被處死刑啦。喺人嘅眼中裏邊嗰度，呢啲事情都應該結束咗啦。而且公開接觸耶穌嘅身體，就等於自己同一個被處決嘅人連上關係。對一個議士嚟講，咁樣做係要付代價嘅。更值得留意嘅就係，佢唔係12門徒之一。嗰啲跟從咗耶穌已經3年嘅門徒，呢個時候都沉默，都退後，反而一個唔喺前線嘅人就走出嚟，讓到人睇見一件事。有時真正嘅行動唔係喺最熱鬧嘅時候出現嘅，而係喺安靜最令人失望嘅時候。唔好忘記，約瑟係一個等候神國嘅人，佢對耶穌一定係有一啲期待㗎。但係而家耶穌已經被釘十字架，從人嘅角度嚟講，一切都已經徹底失敗啦。佢冇理由再出手㗎。佢可以選擇沉默保護自己，讓到事情就咁過去，但係佢冇，佢仍然去見彼拉多，仍然願意承擔風險，將耶穌嘅身體攞咗落嚟，用細麻布裹好，放喺墓穴當中。呢個其實係好實際、好細微嘅事，但係冇掌聲，亦都冇群眾。甚至冇任何嘅結果，但係佢仍然咁做。呢個係一種沉默嘅忠心，唔係喺成功嘅時候跟從，而係喺睇唔到盼望嘅時候，仍然願意做應該做嘅事。唔係因為知道會有好結果，而係因為佢仍然選擇忠於所相信嘅。如果你曾經喺某一啲事上面覺得事情已經結束啦，努力都再冇結果啦，信念你都睇唔到有出路，或者你應該讀一讀馬可福音15章頭呢幾節經文嘅，俾我哋睇到一個人喺所有人都退後嘅時候，佢仍然踏前一步。信仰呢，唔係喺成功嘅時候先至顯得真實嘅，而係喺一切睇起上嚟要結束嘅時候，仍然願意安靜繼續付出。而我哋嘅人生亦都繼續喺呢條未竟之道上行走。